三夫设计师，阿文从小就好画图，做三夫本人工的做。渐渐的，佢同木卡人嘅旧三夫拿来改个新嘅样式，送本隔壁邻舍做。大家都当阿诺阿文嘅好属意。佢等将手同木卡无爱嘅旧三夫送本阿文去改。受到大家嘅肯定，阿文寻到自家嘅兴趣，决定要做一个时装设计师。不少人总是打落去，哪有细来嘅去学三夫设计，无前途啦。人儿差唔多来说，去学长彩较实在。不过阿文无因为不少人嘅反对，就来放弃自家嘅志愿，佢同木卡人分享聘人成功嘅经验，希望木卡人要做得支持加决心，有争取就有希望。下后阿文唔但将迄套国内有名嘅服装设计学校，还伫特殊嘅时节就有青岛作品得到奖。毕业后，顺利拿到奖学金出国留学，继续研究世界时尚嘅服装潮流，达成佢嘅志愿。成功嘅后辈要付出青岛嘅失望同汗水，何况嘅事唔会对天堂跌下来，大家都做得寻出自家成功嘅一条路。那有管是细来嘅，也是细毛嘅。